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期嘅主持人 Frankie 啊，仲有好多香港人咧未知國內嘅醫保係點使用嘅，我哋今日就同大家講清楚。咁啊，醫保咧主要分兩種嘅，一種咧就叫職工醫保，即係顧名思義咧就係喺大陸有上班，僱主咧就幫職工咧又交嗰個醫療保險呢種。咁咧就第二種咧就叫城鄉居民醫療保險。咁我哋香港人咧，如果係唔喺大陸上班咧，買到嘅就係呢種。咁呢個醫保咧有咩好處咧？咁咧佢就好似以中山為例，咁佢一年咧最高咧就報銷75萬嘅。咁如果係入院啊、做手術啊，最多即係報銷咧都可以報銷多7、8成嘅。只有當地嘅居住證咧就可以辦理噶啦。咁啊特別屋企人有老人家嘅咧就更加需要啦。就有備無患，因為咧費用咧就好低嘅。咁啊點樣辦理咧？去邊度辦理咧？咁咧只係憑住呢個居住證，咁帶住中山開嘅銀行卡，咁去當地叫行政服務中心或者係市嘅市民服務中心都可以辦理。咁買醫保咧就只需要當地嘅居住證咧就可以噶啦。而且咧係冇咩限制。咁就可以買到18歲都 OK。費就買一年就可以用一年，好似中山費用咧就一年咧都係808蚊嘅啫。醫保咧就你自己可以買，你屋企人都可以買，就冇其他限制嘅，就好方便嘅。中山呢邊咧就有咗嗰個買賣合同，未出房產證嘅時候咧都可以去辦理。咁如果係珠海呢邊咧，就係要收咗樓之後，辦咗房產證，珠海呢邊出房產證咧就好快嘅，就7日。即係話咧，實際出咗房產證之後，半年之後，即係實際居住有半年咧，珠海呢邊咧先出呢個居住證，有咗居住證咧就可以買珠海嘅醫保。呢個政府嘅醫保咧，可以邊度使用咧？咁只要係政府醫保合作開嘅嗰啲醫院，細到門診，大到三甲院都可以使用，所以咧就好方便嘅。呢個醫保嘅作用咧就非常之大啦。就買咧就冇咩損失嘅，都特別係屋企人老人家嗰啲係啦。就睇下各位粉絲朋友咧對嗰啲居住證啊、對醫保啊，仲有咩唔明咧，都可以再問我哋，我咧都可以詳細解答。多謝大家嘅關注，咁我哋下期再見。